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第11届亚洲小棒锦标赛伫日本举行，将台湾队1-0赢日本，下晡2点甲韩国队拼冠军，头一局台湾队就摕到5分。新任命劳动部长洪成涵拍算拜六要听各部门报告外界批评，休困上班造成当年过劳。洪成涵表示会改约上班日接报告。花莲市最近有一个民众过车路的时，拢倒伫涂骹用链的，警方是表示讲会找出这个民众开罚单。咱先来看，咱台湾U12个小棒队，即马等于甲南韩拼冠军哦，目前已经拍到第4局，比数咱是5-0领先。台湾队5万当争取2连霸。咱来看现场的比赛，快慢搭配，顶多就外角的高跟低而已。而且在第2轮。就是整这一轮哦，朴善宏面对到的打者里面，其实也不是没有被击出安打的，这是一个自打球。但是台湾的选手就是不一样哦，我不管了，我不管，我先跑，先冲再说。这球，即便这球很明显落地以后打到身上，先跑再说。两当一届U12亚洲小棒锦标赛哦，咱台湾进前对中国是以16-0提早4局就结束比赛，将对阵日本是以1-0赢球。今仔对阵南韩要拼冠军哦，今仔是咱台湾队成功头一局，因为对方失误，咱靠连续安打就已经摕到5分，目前嘛拍到第4局，比数是5-0，咱台湾队继续领先哦，咱嘛个继续来帮台湾队加油。这是坏球。来看世界12强的棒球赛，咱台湾队摕到世界冠军。传出讲总统赖清德想要交500块的纸票，1998年在东莞南王国小棒球队世界冠军的图案换做这届的台湾队哦。也毋过，避难组南王部落都有昨人是表示讲，纸票要解读，就爱上亿的经费，不如把这个钱摕来栽培基层的棒球选手。中央银行嘛表示讲哦，目前是无相关的规划，会搁来评估各界的意见。世界12强棒球比赛结束，不过台东县立棒球场当日举办原名冠华杯小棒比赛，小球员因为中华队摕到世界冠军的吉利，伫球场拼命练球，场场的球员嘛提出实力认真比赛。咱国小棒小球员的表现真互人肯定。捌伫1998年台东县卑南族南王部落的南王国小棒球队，当摕到冠华杯冠军，球员欢喜向空中弹帽仔的一张相片，为2000年开始都是500块纸票的图沿用到即马。不过即马传出总统赖清德想要加纸票顶悬的图，换做拄啊摕到12强世界棒球冠军的中华队，引起热烈讨论。有民众认为，这当引起国人对咱国棒球运动的信心。不过，卑南族人认为，不如加纸票改版的费用投入基层棒球的培育，更加有意义。旧的还是可以留着啊，那我们有新的，然后继续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支持，我觉得很棒。改币的确要花不少的预算啊。那如果说可以将这样的预算能够投入到可能基层的棒球的推动运动里面，是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项？中银行发布的新闻稿表示，社会各界提出有关庆祝中华队得到世界杯棒球冠军发行冠币的建议，会谨慎评估各方的意见，再交由行政院核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摕到冠军。世界棒垒球总会公布上新的世界棒球的排名，目前日本是排头名，咱台湾是排第2。这届台湾队一个选手会当摕到700万的国共奖金，也毋过传出讲，若被要来受再违法，一部分敢会害国共奖金个爱减对半咧，目前是个还未确定。世界12强棒球赛中华队摕冠军，激励大家的士气。世界棒垒球总会公布的最新世界棒球排名，台湾摕冠军，那亲像吞大补丸，加1380分，总积分升冠到5498分，占第2名，嘛有近加日本的分数。日本摕到亚军，排名也是维持第1，摕到第4名的委内瑞拉排名第3。但是12强赛冠军选手，每一个人会当摕700万的国共奖金。不过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有意要修正再违法。行政院主计总处2月表示，若是修法通过，国共奖金恐惊抬一半，剩350万。搞不好连这些球员的奖金都要对半哦。是的，原来700万要变350嘛。原则上都是这样。
民进党政府不用拿选手当挡箭牌，我们也会誓死捍卫选手应该获得的权利。现在要避免的是中央的浪费，不是说财报法修正完之后中央就没有钱。怎么国光奖金应该是要增加，怎么反而会是减少的？在野立委批评郭国文甲主计总处讨好的对棒风声，强调会捍卫选手的权利。但是庆祝棒球提冠军传出总统赖清德因为改换500块纸票的图，行政院表示，无论是纪念碑、纸票的改版，都用台拢支持。等地收集各界意见，院长方面呢也会来做一个相关的处理，然后再看会适时的对外来做说明。目前500块纸票的图是南王国小少棒队，真拄好是图中的卡甲是前统一赛选手林志雄，伊嘛是台湾队长单结线的前队友。会有小小感伤，真是只是换一个角度去想，我觉得应该是传承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值得了。对，都是棒球的东西，我觉得都是让大家鼓励一点，是让国人知道棒球。那纸票换做12强冠军队员林志雄认为有传承意义，新时代的球员摕到好表现，得到肯定，有助台湾棒球更较有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劳动部长洪胜汉上任了后，要求业务单位拜六进行业务报告，受到外界批评。张洪胜汉是表示讲，这是因为立法院安排后礼拜就要报告，经过甲国民党调集委员苏清泉沟通了后，已经要求业务报告等上班日才准备就好。苏清泉是表示讲，立法院的专案报告是摆后礼拜3，唔是拜1，劳动部是有时间会当好好准备。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时段，能够让各个部门的业务来跟我做比较完整细节的业务报告。其实要让同仁们加班，这个心里面还是蛮不容易。亲身出来证实，新任的劳动部长洪胜汉上任无到1礼拜，因为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后礼拜排定备询，伊就要求伊合拍各单位，伫11月30甲12月7日拜六来向伊做业务报告。互外界批评，伫立委案，伊就赶紧甲国民党调委苏清泉联络，伫确定议停了，互劳动部的同仁唔免伫咧假日搁加班。我本来就是排下个礼拜3， 12月4号，要请洪胜汉部长来讲他的施政理念、跟他的看法、跟他的做法，这是天经地义啊。所以礼拜1由次长来就可以了。我早就讲了，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朝野的和谐。劳动部合拍的单位骂令事件，互大家拢伫咧关心公务员的身心健康。总统府立会伫咧第2次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了后，赖总统也采取研究成立公务人员身心调适假，由政府带头示范，建立公务员更加完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调研立委也拢乐观其成。劳动部也有提供了6次的免费心理咨商的这个服务。好，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让相关的这个心理师还有医疗服务提供者能够让个案能够更便利。他是总统，他有这样的宣示，我觉得很好。可是对于霸凌这一部分，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去规范他这个要给他落实了，而不是只有口号的宣示。我本人是立法院第一个来催生倡议心理健康假的立委，我从校园开始启动，所以校园先行，下一个阶段就要推广公务体系，这是行政部门已经有默契、有共识的政策方向。另外，立委是希望行政院赶紧提案送立法院审议。那遐立委是建议配套措施爱先做好势，因若身心调适假当时实施。卫生部讲将会全力协助，但是大家伫咧关心，到时会互因几工假，有薪水也是无薪水，这部分由行政院看部会伫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有公务人员去向民意代表检举，指控讲卫生局平均一日爱做事12到16点钟，阁无法度补休，已经有真侪员工拢离职了。市政府是表示讲有一块工课是责任制，加班是会当补休，也是申请加班费。伊嘛鼓励员工有委屈会当透过内部去申诉。暗时8点，台中市卫生局的公务员才拄下班，看起来真忝。不过，这3楼的心理健康科，阁有4楼的登记照护科，电话也是光影影。并代收到卫生局公务员的真情，讲因平均一天爱上班12到16点钟，佫定定爱加班，煞无法度补休。若是家长时反映，佫会去互威胁。
投诉者是说他们加班费的部分少之又少，那也是你的责任制，你必须要把你的工作完成，才有办法离开你的工作岗位。都是付出的多，然后他们收到的加班费永远都是少之又少。卫生局承认确实有超时加班的状况，不过嘛解释讲，这是因为为疫情了后，因的业务就愈来愈多。目前公务员有165人，约聘人员有700多人。不过去年正职的公务员大约有2成人离职，所找无啥人来补这个课。其中长照科就欠37人。若即摆法令是规定1个月加班上济60点钟，其中40点钟拢会当报销，20点钟会提供加班费，这拢会尽量满足基层的需求。你一个月最多补加班60个小时，其中40个小时只能用补休，20个小时可以用加班费，所以我这部分钱的部分我尽量都给他补齐。另外，警发局嘛去互员工亚康，佮随意换主管，基层小咧线离职。这期局长的领导能力，佮讲内部薪水管道拢未通。台中市长罗秀燕就表示，4年前市府就已经有成立霸凌薪水机制。像我们这个0800的免费咨询专线，使用的人有多少呢？截止到现在有842人次，表示同仁们受到这样的机制的鼓励以后，他敢表示啊，他有意见，要解决问题呀。然后接下来，然后1对1的顾问咨询有1111人次。罗秀燕表示，卫生局当年预算已经为30亿增加到即卖102亿，改善工课场的环境一并无见广播，嘛呼吁公务人员就要勇敢透过机制来反映。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马街病院一个护理师的助理，讲伊伫病院长期防霸凌，今仔伫工会团体协助去向劳动部申请，要求爱展开外部调查的机制。劳动部嘛表示讲会来协助，嘛会来召开防治职场霸凌的专家会议，强化劳工申诉的机制。职场霸凌无法管，职场霸凌无法管。大声化口号，请社会大众爱注意职场霸凌的严重性。因为劳动部劳法司发生员工敢若是遭受霸凌而自杀的案件，引起各界关心。马街边有一位护理师的助理就讲，长期受到职场的霸凌，甚至因为一再向护理长反映，颠倒互护理长指控是职场霸凌，伊摆想要自杀，要也是伫工会等团体协助下向劳动部申请。医院高层都为这个犯罪者脱罪。官官相护，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受不了，所以才由工会的理事长跟执行长要求他们替我申冤。协助的团体认为，这卖职安法拢偏重伫咧内部的调查机制，较无公平性，无法度解决一直发生的职场霸凌。希望政府会让制定职场霸凌的防治专法。去年1年的时间，他写了29封申诉求救信，但是医院都不要帮他做调查。我们呼吁洪湘汉要重视职场霸凌这件事情，而且要把它当作重中之重。对于马偕医院重启外部调查。面对着电情，劳动部派人接电证书，强调会进行了解，和因适当的协助。我们不管是要修专法啊，或者是说从现有的法律体制去强化。这个我们现在正在研议啊。对此，劳动部强调，伫最近会开防治职场霸凌的专家会议，强化劳工申诉调查的处理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台铁的员工指控讲，现任的人力资源处长吴俊霖霸凌员工，本地内部的申诉已经成立，也毋过这处长不服，搁再提出申诉，落尾的结果是由高并盘，霸凌无成立。台铁产业工会是指控讲台铁假案。台铁人力资源处会信用的员工指控遭受到处长吴俊霖剥夺伊接受训练的机会，删除伊远端办公系统的权限，无同意伊调动也不爱赔伊的假单，顶对台向台铁公司提出职场霸凌的申诉。伫112年，职场霸凌调查处理委员会做出霸凌成立的决议。验过被指控的吴俊霖不服结果，也向台铁申诉。公司另外开申诉处理委员会，推翻职场霸凌的决议。去年6月起，向台铁申诉我的主管对我职场霸凌，直到现在已经将近1年半了。台铁从一开始说会公平公正处理，到后来一整个过程都荒腔走板，违法的程序来推翻原本职场霸凌这个调查的委员会的相关决议。
然后也不告知这个我们的当事人决议的理由为何。代替产业工会批评代替这案根本就是违法，另外开庭诉来解套。也让吴主任也发声辩讲，因为代替伫咧改制强制公司化时阵，拄到业务人力转换的问题，才有相关人员调动的考虑。另外，请假单是因为这部代理人有变动爱定送，并不是霸凌。对这场霸凌的案件，代替是回应讲，若是对决议不服，拢会当申诉。如果他们对于那个调查委员会的结果还有意见的话，当他们有可以依相关法令规定，可以提出他们的意见。代替产业工会讲，代志发生了，团讲吴主任也阁要转调到国发会，希望交通部长陈世凯、劳动部长洪新海，将要求代替公司合法做到这场霸凌调查处理委员会决议。另外，也呼吁国发会应该拒绝这件调动案。记者综合报道。台师大女子卡球的队员指控教练佮教授要求选手爱配合国科会计划，连续14天一天佮爱抽3届花，无要配合佮爱扣学分。台师大是强调讲已经会调查咯，教授佮教练嘛会失礼。民进党立委陈培如2月伫立法院质询国科会，表示收到台师大女卡球队员的投诉，指控教练甲教授参加国科会的精准运动科学研究专案计划，要求选手爱配合，连续14天，逐天3届配合抽血，无配合就会互人扣比较学分。佮提出投诉者提供的通讯软体对话，指控教练不当威胁，要求国科会爱查明。我们当然愿意支持所有的运科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为符合研究伦理、符合上对下的关系是对的，而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好吗？是，谢谢委员。这项计划目前已经进入第2期，由中大学台师大体育系中间纪律病院等团队共同执行，主要针对咱女性卡球员为心理表现等面向进行跨领域的综合评估，以达成增加比赛表现的目标。很害怕就是被报复，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不成功变成人啊。就说我们又是受试者，然后又是协助实验的人，然后最后的那些实验经费也都不会到我们手里。记者找到投诉的女卡球队员，伊感觉规过程家己那亲像白鸟鼠，不过原来有女卡球员支持教练甲教授进行计划，来强化因的训练表现。检测完就一样恢复正常训练了。对啊，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只是寒暑假中间我们当作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而已。这边的人们他们会全程在，我不是每天都在现场啊。学生如果说对我们当时讲解上他有误解啊，我们跟他们道歉，那个都没问题。对这件代志，计划主持教授甲教练拢讲，若做过程引起学生囡仔的误解，真心向因表达失礼。台师大讲已经启动调查，查清楚过程，因为教练确实甲学生囡仔收取费用，所来做公积金，会请教练爱行。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表示讲，今年的寒冷会比旧年更较寒，温度却算是正正常的范围，雨量会较少寡，有50%的几率有反适应现象。明年的2月，中南部可能会进入大水期，所以提醒民众嘛是爱省水。民众刮套帽仔包条条，天气有够寒。气象署表示，拜五全台平均气温伫咧14度至16度，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石碇，敢若7.8度的气温，新竹关西嘛只有8度。气象署表示，这波冷气团拜6就会开始减弱，温度会回升，上高温可能来到27度。民众爱把握拜6礼拜好天，因为后礼拜一开始，北部、东半部水气会增加，会开始落雨。在2号的下午开始，水汽会慢慢的增加，那到了3号、4号，水汽是变得比较多了，尤其是在宜兰这个区块呢，降雨的情形是越来越明显。气象署预估，今年寒冷温度会比旧年的寒冷更较寒，在正常的温度范围，雨量可能会减少，尤其是明年2月，空气较干，水量会减少，而且今年冬季反适应现象的几率是5成。气象署分析过去反适应年，平均有2届至3届寒流影响台湾。今年冬季是有50%左右的机会，是有机会发展出反圣婴。预测冬季的气温的话，我们认为它是以正常的几率是最高。
但是在雨量的部分，则是有从正常逐渐转为偏干的趋势。气象署回顾，今年秋季平均的温度伫26.3度，是73年以来上热的秋天。西北太平洋拢总有10个的风台形成，马河詹文水库到达有100%的水量，石门水库嘛有99.7%的水量。虽然风台济，水量真济，不过气象署嘛要提醒民众水爱欠利用，因为每年离过台湾水期减少，中南部有可能会进入大水期。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兰屿乡卫生所昨暗头啊接到通报，乡长谢欧元伫宿舍失去性命现象，送到卫生所的时阵已经确定死亡。台东县政府表示讲，会依照地方制度法赶紧来补选。那因为所余的任期还有2年1个多月，那按照地质法的规定要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补选。那我们也会请选委会针对补选的作业来规划。今年的9月底，兰屿乡长谢欧元去别流访问，因为3度2风台提早赶返来台湾指挥防灾哦。谢欧元伫昨下晡5点外，方发现讲伫宿舍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卫生所诊断确定已经死亡。目前暂时是由秘书周丽珠来代理乡长。再来看，昨暗金门有一个来自厦门66岁中国的旅客，昨伫金城车头的便所，身体向无爽快，走吧骹手阁无力，救护人员赶紧甲伊送病院，不幸嘛是救无回来。他一下船的时候就身体有一些不舒服，所以大概从早上，然后一直到这个晚上发生事情的时候，大概他的身体状况一直没有很理想。不过就是很不幸的，还是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县府这边现在除了这一个警察局同仁帮忙在做相关的这些发生的这一个事件的这些厘清以外，也针对相关的这些团员人员做一些笔录，希望可以厘清这件事情的状况。画面中会当看到有真侪旅客伫车头的便所的外口来关心这个中国旅客。这个中国旅客旅行团是有20个人，也毋过伊伫早起出门的时喘气都无介顺，有先食药啊，下晡阁出现状况。目前伊的遗体是先放伫病院，县政府嘛表示讲会全力来协助家属。再来看，空军有一台伫兵工基地的爱国者飞弹的装备维修车，伫昨下晡3点外伫台11线96公里台东的中滨路段并车落落去山架，驾驶甲车顶阿兵哥轻伤哦。事故发生的原因搁会调查。警方由防搜索，军方的人员也伫现场戒备。详细看，伫山坎骹有一台军用车，并90度倒伫咧海岸边的草坡啊。离尾到3点半，台东第11线96公里的所在，一台军用车并喺山坎骹，军方证实是爱国者飞弹系统的装备维修车。这台爱国者飞弹系统装备维修车所属单位是空军飞弹指挥部屏东基地飞弹营。离尾早起伫花莲演训，车队预防传要登去屏东时阵半路出代志，经销赶来现场，担心有人抑个缀伫咧车下骹。我刚才经过确认，所有人都已经出来啊，只是轻伤而已。我要靠近看那个，就是说不行了。这个地方会常发生车祸吗？很少呢。很少所以会失控。一般路还蛮直的嘛可能是打瞌睡还是累了空军司令部讲，驾驶甲车长拢轻伤而已，无大碍。救护车已经甲人送去病院。军方也派专人来调查，也个协助处理拖吊作业。经过2点外钟，暗时9点外，这架车吊起来升度，也毋过有人看到车头已经规拢冒气，海甲真严重。空军司令部讲，会要求各单位要加强注意，避免搁发生这种代志。一若代志发生的原因，也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传出拜登政府有可能伫落任进前，甲核子武器献互乌克兰。罗西亚总统普廷昨时表示讲，若乌克兰有核武，罗西亚会动用所有的武器来对付。罗西亚昨个大规模攻击，嘛造成上百万的乌克兰民众伫冷夏天气无电通用。城内规个黑暗暗，只敢若驶过车的车头顶还阁倒的。
民众出门才摕手电照路。开店的业者是用发电机勉强供应电力。俄罗斯伫咧2月对乌克兰发动今年第11波针对民用能源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攻击，造成上百万人伫温度0度的天气之下无电通行。Террор цивільного насе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 Любана русня. Задовбали, чесно. Ну, клиентов мало сейчас. У людей другие проблемы, наверное, они там ищут воду. 俄罗斯发射91粒飞弹加97台无人机发动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讲，因打击17个目标，包括军用设施、国防工业设施，但是并无承认因有打击电力基础设施。普京也强调，个人攻击支付的决策中心，这是针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所提供的Attack飞弹攻击俄国领土所进行的回应。因那《纽约时报》顶礼拜报道讲，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伫咧伊任期结束进程，将核子武器交害予乌克兰。对此，普京回应讲，若是基辅摕到核子武器，俄罗斯将会动用一切武器来对付乌克兰。Если страна,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по сути, сейчас ведем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становится ядерной державой, что нам делать?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мы будем принимать 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се. Я хочу эт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Именно все имеющие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России средства поражения. 普京也强调，对乌克兰的和平谈判无设条件，但是6月时阵所提出来，叫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而且保护并吞乌克兰境内4个占领区主权的条件无改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普京，唔但无想要结束战争。更加想要阻止其他人涉入结束战争。Зараз він може тільки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зірвати зусилл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які точно будуть після інаугурації. Путін хоче загострити ситуацію зараз так, щоб 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нічого не вийшло, щоб він не зміг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自从顶礼拜美国答应乌克兰用美国所提供的Attack飞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来对俄罗斯部署北韩士兵做出回应，局势就愈来愈紧张。俄国也发射极音速飞弹中国数来反制。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也未就职，俄战争想要结束，目前看起来希望无啥大。公司新闻张玉林编辑。来看澳洲的国会正式通过禁止16岁以下囡仔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的法案，这嘛是目前全球上严格的法规哦。明年1月就要开始实施。TikTok 面册 IG 等平台拢受到管制，也毋过无包括 YouTube。企业若违规，上侪是当罚超过新台币10亿。澳洲通过一项全球首创，禁止16岁以下囡仔甲青少年用社群媒体平台的法案，这是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政府进行推动的法案，有受害青少年家庭正规，将为澳洲至少提供保护。Anyone that says that this is not a good idea has not lived through my life, nor the hundreds of mums and dads that I've met in the last 8 months. That have had their kids extorted and taken their lives as well. 无土前这片禁令企业会面临相关5000万澳币，超过大票10亿的罚款。社群媒体公司认为，这项法律模糊有问题，而且凊彩。有青少年也表示，禁令恐惊会感觉更加孤立。Since I struggle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lik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 think it would make those a lot worse than they already are. And could really affect, my life if going, in the long term. 学者分析指出，这个立法欠缺周全考虑，专门禁止日常用社群媒体，对其无的确有效。暗过可能会互挖苦社群的青少年孤立，大人也可能伫个平台发表更较无适当的内容。Young people are going to get in anyway. And we see thi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think I've pointed to China before as a good example. They've banned internet for some time, yet people still use the internet. 中国对影响社群媒体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受欧美政府愈来愈大压力。TikTok 宣布会加强防范13岁以下用户，希望年岁注册，佮限制18岁以下用户用美颜滤镜来改善平台对低效安全。公司新闻郑伟珍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宪法法庭进行宣判死刑有条件合宪，也毋过限缩适用的范围。最高法院引用相关的说明，甲2014年司法长吕教授命案的凶手
判无期徒刑定验。不过被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宣布讲12月初3要伫总统府头前游行抗议。废死大法官，拒绝废死大法官。1203站出来。2014年司毒长吕教书命案特别满10年进前，最高法院引用死刑释宪的说明，认定凶嫌毋是属于上严重的犯罪情节，判决无期徒刑定宪，这互被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宣布12月初3要伫凯道举行游行活动。其实真正的无期就是杀人犯对我们家的造成了无期的伤痛。我希望呢，我们家不要崩溃，当然也更期望台湾的司法不要崩溃。凶手当时心情非常不好，那他就在路上找了一个陌生人谢顿，那一个人就是我妈妈。我到殡仪馆把冰袋拉链拉开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的头是破掉的。因为他是被铁锤敲死，私下活活敲死。海报抗吕教书的微照，翁婿甲后生讲到案情，回想临死的时阵挂长挂大的感觉，犹原后甜。希望上街头表达坚决反对废除死刑的心声。也那出席记者会，国民党立委表示，会到游行的现场声援，并且提出拒绝废死派的大法官修法保障被害者权益的诉求。这个案子是宪判8出来之后，第一个为最高法院法官引用大法官的见解，来让多次被判死的被告讨死的第一个案例。所以这个案例我们就一定要站出来，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被害家属的权益，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如果真的要去杜绝案件的发生，不是死刑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安全网应该要建立起来。民进党立委沈碧荣是指出，死刑释宪是部分下限，并不是实质的废死。呼吁朝野立委应该把重点放伫精进制度修法。毋是操作惊吓消费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描写中国器官移植不法行为的纪录片《国有器官》10月伫台湾放送，却陆续传出恐吓的事件。台北市议会明仔嘛要放送这出纪录片哦，嘛传出讲有人呛声讲要来议会杀人。民进党的议员洪建义亦强调讲已经报案，明仔会照常来放映。警方嘛强调讲明仔会安排51个警察来维持秩序。海报顶悬写全台勇气家营拒绝中共恐吓，纪录片国有器官内容牵涉到活体器官，吸到中国敏感的神经。10月伫台湾爆出了后，发生真侪恐吓案件。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3日要伫市议会播放影片，不过传出有收到叫李鸿山的恐吓消息，表示讲要入去议会杀人。看一场电影啊，还要被恐吓，这个描述中共是现代的纳粹。他给我们的回应是枪跟子弹，这是给真善美戏院的。明天下午我们正式播映，而且会播好播满假冒李鸿山的先生这位人，你最好是敢来看看是谁敢这么大胆来恐吓我们台北市议会。洪建义表示，对方伫网络表单登记10个人，已经把对方的报名取消，予其他人替补，绝对无用阮恐吓的言论伫台北市最高议会发生，而且二倍都已经提过。周边大概有43名的警力，市府保大的诸位警有8名，大概有51名的警力来守护这个我们议会包括这个播映活动的圆满顺利完成。警方表示，对方23伫网络顶留话，民代27报案了后，就随报车北检指挥侦办，调查表单顶悬信箱留话相关消息，通报予刑警大队甲刑警局共组专案小组来侦办。洪建义表示，进前就有邀请市长蒋万安做伙来看，不过市长无回答来还是无爱来，所以会阁甲市长蒋万安来邀请做伙来看。记者综合报道。赖已经真做是投资诈骗真事件的平台。有立委指出讲，最近诈骗集团利用宠物的投票，向民众去投票偷摕个资，传信息去向受害者的朋友借钱。立委是要求政府要伫1个月内想出解决的办法。
诈骗的手段翻新的速度愈来愈紧，亲像台湾民众定得用的通讯软体内嘛不时有诈骗的情形。民进党立委陈定辉29召开记者会，指出伊的助理因为点一支恐怖投票网站，当伊输入内的口罩和密码，也搁有简讯认证码以后，投票线内的口罩都互诈骗集团抛弃，利用受害者的口罩去甲人拐钱。他的网站设计得非常精美，那你不会怀疑。但是当你完成了整个投票程序，完蛋了。同步他说他需要5万块急用，然后开始跟你对话，然后另外一个族群就是继续把宠物公投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继续传递出去。立委表示，受害的情形要继续在扩大，要求相关部会经开发通辨识诈骗的 App 也有网站，有防民众受骗。司法部表示，进前有规划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但是目前也搁咧测试听候功能较较强的时，就会公开给民众使用。之前司法部有提了一个叫做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这个功能就是让民众发现有诈骗的网址，就往那边去通报。我们会预计说，在跟公测版之后，我们会再更新里面的内容。你赖内面若借钱，还是讲叫你要去对后转钱迄绝对是诈骗。你若感觉伊怪怪的话，绝对敲电话去问，会讲迄个咱的亲戚，你敢有收到我的账号？我的账号费用偷去啊，唔通汇钱。立委要求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甲司法部也有警政署伫咧1个月来开发出通防止诈骗的工具，给民众使用。警政署嘛提醒民众，若准有亲戚朋友要借钱，一定要甲本人确定过，才通避免受害。嘛通打电话予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记者卢尚珠、王庆忠台北报道。为着预防诈骗台东县政府邀请单球局来宣传反诈骗。行政议会早马通过打诈公领 2.0， 明年1月开始实施，目标是一档要减少100亿的诈骗金额，至少要阻挡6万条社群平台的诈骗广告。世界拢是诈骗集团，台东县政府为着要强化全民防诈意识，邀请爱心卖菜阿嬷单手局现身来反诈，分享伊家己的经验。过去捌互诈骗集团锁定，叫伊申请提款卡，嘛有诈骗集团利用伊申请口做诈骗，但拢互伊发现，伊忽悠大家，贪念是防骗的关键。天底下无遮侪好康。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不要想太多啊，够用就好了。台东县警察局嘛提出内政部警政署统计数据，表示讲11月26日天，全国受理628件诈骗案，损失是超过4亿4千万，其中以台中上悬，敢若平湖县的警方无受理到诈骗案。受理了628件，财损的数金额就4亿4678万元，这些人民的血汗钱，一天就4亿多。行政议会28日通过打诈公领 2.0， 调整原本4大面向的结果，新增加防诈的面向。司法部做统筹机关专案会对明年1月开始实施，希望对源头来打击诈欺犯罪。目标包括当年阻挡100亿的诈骗金额，另外还有阻挡6万的社群平台的诈骗广告。强化 AI 防治，深化跨境合作，监管防诈产业及强化被害人保护等各项新增策略及措施。另外，为了避免不是本国籍的用户在出境了后，因留的移户卡行非法利用，透过连接移民署的资料库，若是经过查询发现讲用户已经出境，而且无伫期限内完成 KYC 认证，就会把这个移户卡的门号停话断话。NCC 督导电信事业来成立不是本国籍的移户卡，原本统计差不多有221万的门号，加速处理了差不多有210万的。要连到移民署的资料库，大概11月初开始上线，所以大概11月初到现在，应该不到1个月，我们就降了10几万。那12月初的话是全面上线哈，那预期效果会力道会更大。金管会嘛督导金融机构管制人头口座和信用卡的诈骗，除了强化虚拟资产洗钱防治和诈欺防治管理，嘛推动建立信用卡诈欺犯罪防治电子化通报平台，用来阻挡非法的金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街街头，最近有一个真奇怪的民众，伊过车路的时，拢倒伫涂骹用练的，驾驶甲过路人是拢真烦恼，讲会发生意外。警方表示讲，这款行为已经违法，会来找出这个民众处罚。在2月中到1点左右，这台计程车停伫咧花莲市国联3路甲国联5路路口挡后顶时阵，
有一个穿黄裤的查甫人要过车路，唔慎行，竟然用高的一个问长赶紧用无线电通知大家注意。有一个人在那边滚啊，等一下小心啊，他滚在旁边。哦，等一下行车记录给你看，伊也唔知你滚到哪，滚整条斑马线嘞。斑马线。咱来到现场看，附近的业者讲，并无看到这个查甫人对路口监视器人看到过过车路了，手内唔知摕什么物件，佮继续用高的，大家认为可能是啉酒醉，或者是专工创治。这很危险，这很夸张哎，这个有没有很扯哈？对啊，他是干嘛？超扯的，这谁啊？所以也没见过这个人哦。对，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件事。警方讲，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1项第4款，在交通正接的路或者是铁路并交道附近走、入、耍、坐、跍、倒、徛的阻碍交通的，会当罚500。经本所立即调阅监视器，现已知悉该名男子身份，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裁罚，并劝诫该名男子切勿再有此类行为，以免造成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危害。因为附近的桥上定了一寡人规定伫咧啉酒，警方也会加强巡逻，避免有人啉酒了闹事，或者是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北门区蚵仔寮保安段附近有17公顷的国有地，长期拢互一寡业者等一寡起厝不爱的材料甲土石啊伫遮，检警嘛已经展开侦办咯。行伫个离北门昆江到水门差不多50公尺拍岩的土地顶头，遮拢是无应该出现的建筑物涂角、碎去的玻璃，也有更条顶顶的废弃物。远甲看过去，遮原本甲对面同款是一条小小的车路，也毋过最近煞互人发现规条路互人混看，诚做是长度100公尺、宽度20公尺的大路。伊拢会报暗头啊、暗时啊倒的吧，因为阮大部看到是拢暗因为你是拢有遮怪手停去啊，有看咧倒的。伊倒无久就走啊啦。古早时代是拍盐的所在，即摆咱即摆无咧拍盐啊，所以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废弃的盐滩地啦。本来是阮这较早的旧路啦，阮这旧路差不多一台车会使过尔，即摆吼，伊迄倒一直愈倒愈宽。地点就伫个集水溪布花所在正压贴，原本遮也阁有一条布花的道路，也毋过今年9月国有财产署设闸门了后，派心的业者改甲废弃物倒伫个即搭，有民众烦恼污染着土地通报公所，公所也通报环保局稽查科来到现场。11月29透早，警方甲环保局稽查科也来到现场勘查。另外，为求慎重，现场也进行采样、进行送验。那后续采样结果如有确有污染行者，将依违反废氢法追究相关行者。另外，也函文农业局等相关单位依相关规定查明办理。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因为现场无查到相关的行为人事证，已经先采证化验。也那客家的警方也开始调查有问题的沙石仔车出入的影像来追查行为人。高山市南区分署是表示，专案已经请检方侦办，会找出违法的行为人，而且清理应件废弃物，追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姻馆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大约是有2000户，其中有590户物资还欠缺，有193户的厝屋需要翻修，目前嘛已经翻过95户咯。街道处顶嘅工程人员将老厝嘅厝业已搬开，要重新进行修缮作业。大旧年4号向96岁女性阿嬷，因为厝年久失修，只要落雨就用面汤接水。不因为地面淡然造成伊滑倒，现在阮政府透过公司部门合作进行修缮作业。用卡桶诶，用卡桶咧行诶，卡桶较大卡啦，大卡桶诶。家里也没有办法防风遮雨的哈，所以我怕说在日晒雨淋的情况下哈，阿嬷的生活受到影响。为了照顾云林县内独居长辈和边缘户顶，社会处启动风寒风扰选比计划，透过户政经销和村里长等单位普查。总共超过65岁以上的独居长者达2000户，其中590户物资欠缺，193户厝破损需要来修好。我们连结一些社会资源，包括以及社会慈善团体，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一些需要修缮的这些长辈的这个或这个弱势户的这个家里给修缮完成哈。做的都是屋顶会严重的漏水影响到里面的一个居民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安全。
云林县府就讲，经过老亲处和社会处合作推动下，已经完成95户老厝修缮。另外，还有20户由设计公司规划搬进中，等下未动工的家户，各基金会下包括台湾省义工团、同济会等公益团体合作，希望会当量早完成老厝的修缮工程。记者向为你报道。高雄有民意代表将对老大人税厝做调查，发现讲真侪厝主是无愿意甲厝税给老大人。目前高雄市老人的人口已经超过53万咯，占将近2成。也毋过有超过3万的老大人在税厝，所以民意代表嘛呼吁市政府得爱想办法协助。你几岁人啊？哦，我今年72啦，我身体阁足好的啦。我无要做啦。哦，我身体阁足好的呢。采访电话有2通无爱做，民代检验，高龄者要租厝其实真无简单。民代讲政府为着要照顾弱势，真大量来起社会客体，虽然表明提840%的户数予弱势来摆抽，不过这个条件分做13种类型，年长者只是其中之一，着签的几率真低。高雄市老人人口超过53万，占全市总人口数将近要20%。针对是大人租袂着厝，嘛摆袂着社会客体，只好大甲巴肚。我哋即摆厝税贵啊，怎会随时要人挑厝价啊？若看你啊，讲你老啊袂爽了，讲我无要租你啊，要安怎？长辈只是1/13，里面的13个条件的其中一个而已。所以相对的，就是我们长辈也是要跟很多的弱势朋友一起来做竞争。前金区这间上班就是住伫内底住，每一间大约3坪无变数，租金2500块左右。毛幸运等着社会客体的是大人，讲大进前伫咧租厝嘛，常常互拒绝。高龄的长者的租屋的需求，就是他们比较不容易买单，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对业者来讲，他有一些的担心？对，那只在想说，目前除了民间单位之外，好像没有一个所谓的专门的管道。现有规范会当协助是大人租厝的管道是社会客体，还有包租代管。民间团体嘛建议政府甲社福团体、帮中业者来合作，建立特单一的管道，替是大人找厝。市府表示，是大人住较细的所在，这个现象世界拢有，会整合着相关资源来分配。记者王丽婷并交款个报道。台大病院甲中研院研究发现，讲不孕症的妇女的肠仔内底有一款叫做无害梭菌的细菌，会抑制黄体素的浓度。未来有机会当透过补充黄体素来提升不孕症的治疗效果。较早一寡不孕症妇女伫人工生殖治疗过程，都爱用口服、阴道脱剂，也是注射方式，用来补充黄体功能的不足。不过，即马台大病院甲中研院研究发现，不孕症妇女的黄体功能不足，可能是甲体内叫做无害梭菌的细菌有关。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细菌造成，因为它造成黄体素的代谢影响，所以进而造成这个妇女不孕的原因，没办法排除，有可能。研究团队发现，不孕症妇女往往因为体内黄体素含量不足，致使器官移植治疗失败，也是早期流产。不过，口服黄体素补充方式，部分患者总共已经接受标准，也是更较悬剂量的黄体素，伫血内也是组织内底的浓度也是无够，致使也是未调体，也是增加流产的风险。研究团队更进一步证实，伫细只鸟鼠的实验，无害梭菌会干扰细只鸟鼠动静周期甲卵泡发育，相当是对咱人的排卵周期造成影响。临床上把它使用从一种分子标志来进行快筛，都透过很快速、很简便的一些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来评估说这个不孕症患者他是不是可以适合来做这个口黄体素的疗法，还是他可能需要使用那个肌肉注射。透过这项突破性的研究，未来可望为不孕症治疗带来新的医疗方式，帮助不孕症患者得到个人化的最佳黄体素补充策略，提升治疗效果甲成功率。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阮剧团配合嘉义的母语生活节活动，设计真侪甲台语相关的课程，望讲互台语学习部更较趣味，嘛更较速地开。上台语鉴定课的民众分享家己用台文写的文章，有这当中学习台语的读甲写。除了课程以外，家己母语生活节阁有戏剧训练在地历史行读，互学习台语的过程当中，会当有生活化的体验。生活化来咧有台语，咱就是带大家哪认捌咱的
城市，咱明白咱的人文，咱会当互大家多方面来去了解，佫会当学到咱的母语。阮今年佫增加咱的台语课，台语鉴定课嘛是要鼓励大家会使上课了，会使去考咱的台语鉴定，佫有咱的大汉细汉讲台语。就是一寡嘛是囡仔人的迄个用台语来上一寡戏剧课。这届母语生活节特别举办台语鉴定的培力课程，来上课的民众拢伫读甲写这方面加减会拄到一寡问题，老师就建议大家爱培养使用字典的习惯。用写国语吼，可能10分钟就写好啊。写台语的文章去查、去用、去想办法来用出来，爱花咧2点钟。每一场的台语课，每一个老师伊会使教互我的字数拢无共，所以我会使收集愈来愈侪台语的字数。一开始的时阵莫嫌艰苦，莫嫌麻烦，一字字去查，查了对的，就你的啊，若无你拢一直记唔对。滚剧团配合家己市政府举办母语生活节。透过表演艺术甲在地文化来推广台语的听讲读写，希望民众日常生活加讲台语，嘛互学习会当加点作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瑞士一间天主教堂过去2个月，利用 AI 展开一个艺术的实验打造一个 AI 耶稣，会当使用100款无同款的语言来回答游客问题，佮会当提出建议。这款 AI 服务有人是批评讲无够尊重上帝。今日教堂的忏悔室透过窗口，会当看到一个人的头像，这是伫个瑞士卢塞恩的一间天主教教堂。研究人员甲宗教领袖宣布，过去2个月伫个这个教堂忏悔室内底使用的 AI 耶稣的结果出来了。实验是照圣经的内容，替访问的游客针对信仰、道德甲现代困境的问题来提出建议。Hello Jesus. Do you have some advice for us? In these challenging times, remember that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love and faith are your steadfast guides. Just as I calm the stormy seas, so too can peace be found within your heart. Amidst life's tempests, let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steer your course. 这个 AI 系统是由卢塞恩应用科学甲技术大学甲神学家合作打造，用合心约的经文甲网络的宗教资料 ，AI 耶稣会用真实投影的方式出现。虽然教堂鼓励游客分享家己的想法甲问题，也毋过嘛特别澄清，这袂当看作是正式的忏悔。而游客伫使用进前，嘛爱先同意使用的风险，同意了后，窗仔顶面顶才会出现 AI 耶稣的影像。因为游客是为全球各地来的，有无同的信仰，所以 AI 耶稣佫会当用超过100多种的语言，甲无同语言的游客来交流。到实验结束的时阵，已经记录差不多900名游客甲 AI 耶稣的对话。They really ask him serious questions, and so they are really topics like relationship, love, topics like about God. How can I experience God? Or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he world, the wars, though the fear of the people, they ask him what to do. 这个游客体验了后，认为 AI 耶稣真正互因袂歹建议，嘛有人认为这款的服务根本是无尊重上帝，批评机器人无道德意识，忏悔这个代志应该由原爱互人类来完成。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一个好消息喽！咱台湾有12个少棒队下晡甲人韩拼冠军，落尾咱是以5-1赢球哦，已经连续2届摕到世界冠军咯，真正是真厉害。所以来看下晡天气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
了。